文光国中有一丛20年的校树，互进前迄个杜苏芮风台吹倒去，全校30个师生像咧扭大扫安尼，用双手把这个大树扭转来原位，前后扭3届。 大家已经用尽气力，也是无放弃，最后是顺利来完成这个救援的计划。温暖的现场，要请记者若萍讲互咱知。若萍，请讲。 好的，主观众学生和老师戴上手套，拉起绳索，同心协力拔河。大家看起来都花了很大的力气。原来他们是在抢救一棵菩提树。澎湖的文光国中这一棵20年校树有3层楼高，却被上礼拜的中台杜苏芮吹倒，而且连根拔起，必须要把绳索固定绑紧，再从1楼和2楼一起拉才能扶正。大家合力用双手帮忙校树恢复原状。很重，尤其是2楼，我们从1楼拉2楼也拉这样。 就是抢救这个老树这样，这个比拔河还累。为了拯救这棵校树，老师和学生们在主任的号召之下，在暑假期间回到学校进行拔河救树计划。原本要请吊车来救援，又怕吊车会压坏校舍，最后决定用最传统的拔河方式，号召30人一起帮校树回到定位。不止帮学校省下费用，也成为一场机会教育。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，先将镜头交给主播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